支持，啊你讲好唔好啊？对下田玉，拜托一下，两边的齐队往两边，我拜托，齐队往两边，齐队往两边，欢迎共用支持端，我们韩国瑜总统只差3张票就可以当选了，这3张票就是丢票、追票、当票，来各位来。 美丽美丽花美丽，都算都算花美丽，绿林都算绿林都算绿林绿林都算都算绿林。苏联总统来了，我们的韩国瑜，我们的苏联总统韩国瑜来了，韩国谢谢我们的总统带领我们的学生，所有的立法委员一路辛苦，从南部一直出征，来到我们的桃园，所以桃园61立委，我们都让他们当立法院，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来。 来，各位，我们程序还是要继续。现在，我们来有请韩总将我们这神圣的战旗送给桃园市竞选总副主委我们这边来宾最后一步好不好？我们的来宾，对不起，请大家最后一步，谢谢啊。各位桃园乡亲，这是何等巨大的危机！ 台湾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黄金、石油、煤炭、天然气，我们全部都没有。我们只有2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打拼的精神。如果今天我们忘记了这个世界，被世界阻隔了，我们的未来会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国瑜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桃园6席立委全部上，韩国瑜跟这桃园市这个6位立法委员，我们保证，明年所有台湾的孩子从小学1年级开始，6岁一定要接受中英文双语教育，好不好？好。明年我们要把全台湾的大学生、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只要你申请到国外的大学。 我们送你出去做交换生1年，我们培养你的语言能力，培养你解决生活的困难的能力，培养你交外国朋友的能力，最重要，培养你的胆量，让你敢跟全世界来接轨。我们把我们青年学生送出国进修1年，好不好？好。大家说这个要多少钱？我们估计要400亿到500亿。 这个钱从哪里来？政府编列，但是大家放心，很多企业家、很多社团团体充满着爱心，他们觉得政府做的事情对人民有利，他们会大力来支持。献出生命，培育出自由的花。谢谢了，我家，我人永远在。 陈学生，